護，而佢哋嘅要求政治庇護嘅事就交咗俾美國移民及歸化局嚟到處理。今次係第一次有中國外交人員因為抗議北京血腥鎮壓示威而變節。吳庭光報導。喺三藩市市會堂外面嘅廣場，琴晚9點鐘舉行咗一個燭光晚會，悼念北京暴力鎮壓事件之中嘅死難者。參加嘅有5000幾人，主要嘅係華人。三藩市市長亦都有出席，而且仲發表講話。喺集會進行途中，2個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嘅官員宣布脫離使館。佢哋後嚟去到會場附近嘅聯邦調查局辦事處尋求政治庇護。佢哋分別係僑務組嘅副領事同埋文化組嘅新聞官。從電視上看到，我們軍隊屠殺我們的人民，就是這件事才使我們促使我們這樣行動的。因為我們覺得，雖然我們是作為外交官，我們應該恪盡自己的職守，但是首先我們是中國人，首先我們是人，這些事情都不是人應該做出來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儘管很喜歡我們的工作，但是呢，我們一定得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我覺得現在中華民族正在處於一個最危難的時機，我們也有很多同胞已經獻出了鮮血，我們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在這個時候站起來，真正作為一個人呢，在中國生活，要有我們的自由。那麼您在上個禮拜看到這個屠殺行為之後，您的心情怎麼樣？我看了這個大屠殺之後，心情非常的沉重，非常的難過。同時，我看到那些英勇的烈士們，他們也鼓舞了我們，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勇氣。是。那麼您對於您的後果有沒有考慮？對於我本人的後果，我考慮的不是很多，我所考慮的只是我在大陸的家人的安全問題。而喺燭光集會上，有人仲模仿民主女神點起象徵自由嘅火炬。無線電視記者吳庭光報導。而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已經準備收容北京嘅學生領袖。美國駐華大使李傑明接受外國記者訪問嘅時候話，如果北京嘅學生領袖要求大使館庇護嘅話，佢哋係會提供臨時庇護。李傑明話，如果一個人面臨死亡，又或者係有被捕嘅威脅，基於人道理由係會為佢哋提供臨時庇護。而喺較早前，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得到美國大使館庇護，而家係暫時留喺使館裡面。北京開始大規模搜捕學生同工人領袖，以及有份參加所謂反革命暴亂嘅人。到目前為止，除咗北京高校聯嘅秘書郭海峰被捕之外，一個工人自治聯會嘅領導人亦都被捕。北京中央電視台話，呢個工人自治聯會負責人係喺戒嚴部隊頒布第10號命令之後，向公安部投案自首。佢承認曾經衝擊公安部門、燒車、毀壞物件，令到國家蒙受損失。中央台又話，除咗工自聯呢個負責人之外，佢哋另外拉咗7個所謂反革命暴徒，話有啲係當場被捕，有啲就係市民舉報之後由公安拉人。另外一個曾經對外國記者講述軍隊血腥鎮壓情況嘅目擊者，被當權者話佢係造謠，今日喺大連拉咗。咁至於中央電視台點樣指嗰個人係造謠者，由蕭陽文報導。北京中央電視台呢幾日不停咁話，所謂6月4號血腥鎮壓、血流成河嘅事，完全係謠言。喺琴日同埋今日嘅特別新聞，仲話呢一個就係造謠者。壓死人、打死的人太多了。你看了嗎？我看了嗎？啊，你看了？現在政府沒有這樣用坦克車、用裝甲車，非等我學生進出來壓成肉醬，可以用槍打，用警棍打，打昏了還可以拿槍打死，再補一槍，還有拿4刀挑下來的，太兇殘了，沒有見過。中央電視台話要通緝呢個人，不過美國廣播公司就證實呢個訪問係佢哋喺血腥鎮壓事件發生之後喺北京街頭採訪時拍攝㗎。美國廣播公司並冇向中國提供呢個片段，相信係俾人截咗衛星傳訊信號，利用嚟恐嚇群眾唔好講真話。無線電視記者蕭陽文報導。至於北京市琴日嘅情況，由吳庭光報導。而家見到嘅係外國攝影隊影到琴日北京市嘅情形。喺天安門廣場仍然有好多坦克車同埋軍隊駐守，而喺街上面繼續可以見到有軍人巡邏。
喺啲主要嘅通道，亦都有軍人站崗。喺北京嘅市面情況就陸續回復正常。喺市區，百貨商店都已經恢復營業，而個體戶亦都喺街上面擺賣。而喺北京嘅大學，當局呢一兩日就不斷繼續清洗大字報。琴日北京師範大學嘅大門係關上咗，校園外面嘅大字報亦都清理晒。校園附近行人稀少。至於北京嘅火車站，呢幾日不斷有外地嘅學生離開，但係同鎮壓事件發生之前比較，人數係少咗好多。無線電視記者吳庭光報導。至於上海方面，被捕嘅9個工人自治會領袖仲係冇進一步消息，而數以百計嘅學生就繼續同公安局交涉。陳家偉報導。幾千個上海學生琴日遊行抗議公安人員喺前幾日拘捕上海工人自治聯會嘅9名領袖，其中幾百個學生仲行去外灘附近嘅公安總部同公安交涉。有啲學生好氣憤，想衝破公安人員一早已經圍起嘅防線，雙方有個碰撞，不過就冇發生衝突。後嚟，其中200個學生喺公安總部外面靜坐，要求公安放人。喺附近圍觀嘅市民就不時向學生喝彩打氣。喺校園區，由於學生採取兇校嘅行動，仲留低嘅學生人數少咗好多。校園嘅報告板繼續貼出揭露血洗天安門廣場事件真相嘅大字報，有啲學生同市民喺度睇。而一啲學生領袖就相信喺工人之後，政府下一個目標係會對付參加過學運嘅學生。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就警告啲外國記者話唔再保證佢哋嘅安全。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偉報導。被上海公安局扣留，跟住驅逐出境嘅英國獨立電視新聞監製柳波特到咗香港。柳波特今日喺佢香港嘅屋企接受訪問，佢話今次到中國係揸旅遊簽證嘅。佢琴日下晝喺上海市拍攝學生遊行嘅時候，俾3個公安上前阻止，話佢喺禁區拍攝，於是將佢帶走問話。柳波特話個幾鐘頭嘅盤問過程全部係錄影低。柳波特唔接受公安要佢簽嘅悔過書，自己寫咗一份9頁紙嘅聲明，內容主要係話佢喺上海係進行新聞採訪工作，終於係獲得釋放。今日係北京屠城事件嘅第7日，本港多個團體今日都舉行咗悼念死難者嘅活動，而喺新華社香港分社對面嘅臨時靈堂，亦都喺今日拆除，吊唁活動結束。郭善文報導。臨時靈堂設置喺度已經1個星期，吊唁活動亦都喺今日北京死難者嘅頭7結束。晏晝3點，警方封咗皇后大道東一邊路，俾負責人進行一個簡單嘅追悼會。跟住，負責人將所有嘅花圈、市民送嚟嘅鮮花同橫額都燒晒。今日大約有幾百個市民圍觀，但警方就派咗大批警員喺度戒備。負責人亦將吊唁冊收集到嘅簽名轉交支聯會負責人。無線電視記者郭善文報導。本港嘅佛教同基督教團體亦都有悼念活動。何富豪報導。香港佛教聯合會下晝喺港島掃桿埔一間中學舉行法會，為北京屠城死難嘅同胞超度。佛教聯合會嘅會長國光法師帶領信眾念佛經同埋上香，替今次屠城事件息災。另外，聖公會港澳教區下晝就喺聖約翰座堂舉行追思崇拜。最近辭去咗基本法起草同埋諮詢委員職務嘅聖公會港澳區主教鄺廣傑祈求死難嘅同胞嘅家屬得到安慰。佢又話：壯烈犧牲嘅學生同埋人民嘅愛國精神呢，係流芳百世㗎。我深信，我哋呢班嘅死難嘅同胞，佢哋喺呢個世界嘅
係佢哋可以跟隨耶穌基督嘅典範，為世人、為歷史留下佢哋嘅典範。無線電視記者何富豪報導。至於其他團體嘅悼念活動，就由尹錦輝報導。基愛社服務中心支援中國學運工作隊今日抬住副棺材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去到跑馬地新華社，以悼念北京死難者㗎。佢哋去到之後，將簽上咗幾千個名嘅吊唁冊同埋棺材一齊交俾新華社代表。嗰日新華社代表只係收吊唁冊，唔肯收棺材㗎。佢哋於是將棺材抬過去對面，將棺材燒毀。另外4.5行動組織今日下晝3點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佢哋除咗對於中國政府用武力鎮壓學生同埋人民感到悲憤之外仲係反對中國目前拘捕學生同埋工人領袖啊！反對秋後算賬！立即釋放被捕工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今次嚟參加集會嘅市民係超過1000人。我哋參加集會嘅人數好似係少咗啦，其實你哋嘅決心係更加大，係唔係？佢哋又唱國際歌嚟紀念北京嘅死難者。大會開咗3個幾鐘頭先至係結束㗎。而另外30幾間中國大學喺香港嘅同學會，下晝就喺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為北京嘅死難嘅校友同埋市民舉行哀悼會。佢哋又譴責中國用武力鎮壓嘅。無線電視記者尹錦輝報導。而民主民生協進會今朝就喺無名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咗悼念儀式。郭善文報導。個悼念儀式由民主民生協進會發起，有50個會員參加。佢哋先默哀1分鐘。喺本港訪問嘅英國國會議員布力克爵士同梅納爵士，亦都喺悼念行列裏面。跟住由代表獻花，最後所有人一齊致3鞠躬。布力克爵士喺儀式後話：北京嘅事件對香港造成嘅震撼，比佢想象中更大，亦都影響到香港人嘅信心。佢會喺稍後嘅報告書裏面有詳細嘅講及。無線電視記者郭善文報導。港九幾個地區今日有簽名運動，收集到嘅簽名會寄去聯合國，促請中國政府拯救北京受傷嘅同胞，同埋停止流血事件。簽名運動喺旺角、銅鑼灣同埋中環天星碼頭進行，係由一個籌組緊嘅青年組織發起嘅，希望聯合國本住人道主義立場，呼籲中國政府接受國外嘅醫療援助，拯救鎮壓中受傷嘅同胞，亦都希望中國當局停止流血事件。簽名喺大半個鐘頭前結束，總共收集到3萬幾個市民簽名。立法局議員司徒華話：希望香港政府可以俾一啲曾經表態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嘅中資機構人員政治庇護。歐嘉倫報導。立法局議員司徒華今日出席柴灣區一個區議員辦事處開幕儀式嘅時候話：香港中資機構喺今次中國民主運動上面大膽咁表達鮮明嘅立場，非常令人敬佩。但係佢哋嘅處境使人憂慮。香港嘅中國機構，佢哋擺出一個好鮮明同香港市民同全世界人民企咗起咁嘅立場。咁佢哋亦都可能遭遇一個危險嘅，就要被調翻國內。我覺得香港政府，假如佢哋需要嘅時候呢，亦都係要俾政治庇護佢哋。另外，身兼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成員嘅司徒華又話：支聯會會喺今晚以1會1票嘅形式選出支聯會有限公司董事局嘅成員，處理今後支聯會行政上面同埋財政上面嘅運作。無線電視記者歐嘉倫報導。喺天安門廣場俾軍隊毀爛嘅民主女神像喺台灣重現。呢個民主女神像係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院嘅學生照住北京學生所做嘅女神像複製嘅。星期5喺中正紀念堂前面揭幕，大批居民同埋學生亦都舉行集會，譴責北京當局殺害平民。佢哋唱愛國歌、揮舞旗幟同埋高呼口號。
美國多個城市尋日都有遊行集會，抗議北京當局軍事鎮壓學生同埋群眾。陳志新報導。喺華盛頓，千幾個華人同當地居民遊行去中國大使館，抗議北京當局屠殺平民。佢哋高呼民主萬歲嘅口號。Stop killing your own people. Even an animal would not do that. 有個美國人複製咗一個自由神像，放喺大使館前面。佢話：大使館入面嘅人或者會以為美國士兵會好似佢哋咁，用坦克同埋機關槍對付集會嘅人，而路過嘅車亦都響號表示支持中國學生爭取自由。不過，大使館入邊嘅職員對集會就毫無理會。喺紐約，美國內政部長盧漢喺自由神像之下主持咗悼念儀式。佢話要永遠記得天安門廣場嘅人係點樣死嘅。而喺其他城市亦都有集會同埋追悼儀式，參加嘅人對中國都表示失望。無線電視記者陳志新報導。南韓學生同防暴警察爆發近期最嚴重嘅街頭衝突。蕭陽文報導。大約1000個南韓各間大學嘅學生，琴日準備喺漢城街上面示威，抗議政府禁止學生參加下個月喺北韓舉行嘅國際青年節。防暴警察一早就戒備，同學生衝突起嚟。後嚟局勢越嚟越混亂，總共有2萬個防暴警察到場鎮壓。有啲人又推翻一架相信係便裝警察坐嘅吉普車，又準備燒咗佢。終於，防暴警察要出動催淚彈車對付啲學生。無線電視記者蕭陽文報導。